继续来到一外潭，为去年入冬以来进水量就真少，水位一直咧下降，创下着低水位的纪录。加在小林线黄sơn河的方面带来真侪雨水，水位回升，用来观测到水位的高架的水架剩2只浮伫咧水面上。本来用来监测到民众是毋是有违规跨过护栏的监视器，嘛意外来记录到日外潭水位的变化。用来观测日月潭水位高只水架拢看现，潭底嘛拍甲拢必顺。不过这几道方面一个来，透过监视镜头缩时的记录，会使看到高只水架拢淹过啊，剩2只。这几点基本来唔是咧观测水位的，是用来监视游客敢有违规下过护栏，因为角度拄好，意外去记录到日月潭水位的变化。5月10号的时候，来到了历史的低点是741点多。那所以其实我们的码头啊，一些设施都有进行封闭。那幸好我们在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强降雨，还有午后雷阵雨。之后呢，现在的水位像今天已经恢复到748.48这个满水位的状况。水较济啊，水较甜，水较甜啊，安尼风景好看无？本来就很漂亮。除了记录水位的变化，监视器嘛翕到无同时阵，日月潭水面的光影甲边仔云雾的变化，有时大蒙，有时是蓝天白云，有无同款的美景。游客中心嘛提醒游客，不管水敢有深，天气敢有好，千万唔通为着翕相，爬过护栏，以免发生危险。